各位同学在疫情期间，请拜托要认真学习，不要辜负老师、爸爸妈妈的用心。让我们一起加油，线上学习，稳住疫情。淡市公办的直播课程不断提升课程品质，甚至创新多元。对5月31号开始，新的课程为了避免学生大部分时间拢伫厝内，所以特别安排3节课，搭配体适能运动甲平衡的饮食概念，让学生有完整学习。甚至为了去幼童眼光，老师也装扮动物翁仔，相当用心趣味。现在呢，请小朋友离开你的椅子。站起来，让我们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来动一动吧。小朋友准备好了吗？那我们要开始咯。特别知道说，现在防疫的生活必须重视健康，重视我们的体能，还有艺术的部分。那首波我们推动的是健体课程的部分，来在我们的公版直播课程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那我们在礼拜2、礼拜4的一个下午，礼拜3的上午，每个礼拜有3节课的部分来推这一个所谓的健体课程。那我们很感谢我们进学国小的校长周校长来领军，来推动这一个部分的课程。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最夯的是我们有3个玩偶、人偶来加入，然后来教我们孩子来跳护眼操、洗手的一个动作。那真的很受我们小朋友的欢迎哦。那我们参与这一个人偶扮演的我们竹桥国小我们谢校长跟我们的进学国小张老师都非常的认真，他们也觉得很值得，因为为了让准备这一个整个舞蹈的部分，花了相当多的心力。教育强调，透过互动式的教学甲设计，除了提高囡仔学习的兴趣，嘛希望囡仔听课伫厝内嘛无袂记哩维持健康的生活，适当运动，并且顾好目睭，并且片中嘛家己防疫的生活，包括认识新冠病毒、甲正确挂喙암以及侪防疫的小撇步，搭配红仔画面来说明，确实加做生动活泼。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